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二成哥，好，大家好。好，哇！上次過三關喎。O K 啦，熱地都可以啦，意思啊，可以叫過下關咯。應該可以單 Q 得嘅，其實單 Q 為止 Q。嚇。不過諗住係穩陣啦，咁啊拖翻啲冷門咁啊，一拖二或者鐵三角咯，最要中啫。最緊要即係過下關咯，最緊要。冇錯。好啦，今日就又係3場啦。嚇。咁咧，今日第一場開始咯。咁第一場開始咧就揾，如果係揾膽咧，就應該係3號做膽嘅，3代同心就告東尼嗰隻。咁啊拖翻1號嘅銳高咯。咁其實今日我俾咧就希望大家可以買埋正 Q 同埋位置 Q 咯。因為呢條係單 Q 嚟嘅，咁我驚位置 Q 都補翻咯。咁你變咗正 Q 位置 Q 過關呢條，因為13條單 Q，咁可以買埋位置 Q 嘅。嗯。跟住咧就係第6場啦。咁第6場咧就可以買正 Q 就得啦，因為都係熱門嚟嘅。咁咧就係2號勁進非凡，就拖翻隻1號隻加州得力，再拖埋10號嗰隻電信驕陽。因為始終偉達今晚啲馬應該係有啲實力可以跟進多少少咯。咁啊加州得力應該就係告東尼嘅，呢輪佢都要有啲馬喐得嘅就喐咯。咁電信驕陽就係上一次買開㗎啦，因為上一次佢又唔係落班搏命，咁啊點不知喺最後 last 12 number 都可以去搏到場，咁啊呢場佢有嘅佢都會搏翻個位置都會嘅。咁呢場就係第6場嘅2拖10咯。跟住到第9場啦。咁第9場咧我就中意10號。咁今日我中意偉達啲馬嘅，超霸勝咯，咁做膽咯。咁啊拖翻3號隻招醒咯。咁咧我就會買翻隻冷門啲嘅，就富心星。因為點解兩隻都係啱啱降班贏嘅馬？咁呢啲馬嘅鬥志應該咧都唔使懷疑噶啦。咁嚟講咧，呢條咧可以買翻政府 Q 咯，即係因為呢個膽係有8、9倍，咁腳都有啲有一冷一熱咧，咁就可以買埋位置 Q，或者買細啲咧，最要過關啫。大家正在參與嘅最緊要嘅樣嘢就係咁。係，好。OK，咁啊，希望今日都可以過到關啦。係啦，希望頭關同埋尾關可以連贏及位置 Q 過關啦，中間球可以正 Q 咯，可以咁樣玩法咯。嗯。OK。好。